后来继续来看，云林有一间诚实商店，为着要鼓励做环保，只要摕300粒的废电池，或者是摕100张的发票，就会当来兑换头家家己所做的细只碰椅。但是开店半年来，调查透是着误解，所以店家就来按监视器，警方冒说巡逻生活来巡逻，想袂到照偷本哦。这个半收的废电池互搬咧走，头家讲伊对人性真失望。 一个戴安全帽的查甫人，20号暗时7点外走去云林一间古意商店，伊伫咧电池回收桶头前，一直伸手扶电池，佮把这买滴电池用家己的塑胶螺啊戴起来。 用手扶也无够，查到尾啊直接用倒的，甲回收桶内底电池倒伫咧涂骹，才得要去塑胶螺内底，画面拢叫监视器甲翕落来。 陈先也坦诚心切，变成将废弃电池送予路边一不知名之游民。这间古意商店是24点钟自助式的良心店面，当初开店半年来就互偷摕5摆，毋若收银机互人撬开，含因手工做碰椅嘛叫偷讲去，因兜监视器，警察嘛来说巡逻箱定期巡逻，心口嘛是有查落来。他有没有把法律看在眼里？有没有把警察看在眼里啊？真的是太嚣张了呀！失望，真的很失望啊！ 头家安尼讲，毋是无原因，因为伊的古意商店若真侪摆互偷摕，伊阁发现有真侪人无老实，伊为着鼓励大家做环保，讲若是摕300粒买滴的电池，或者是100张发票，就会当来换因做碰椅。所有人摕无够300粒的电池，一摆就捐5张碰椅去，阁有人摕过期发票来换。民众小批咱的行为，头家无怪讲，伊对人性真失望。